雄一个科技大学的查某学生出来指控教授性骚扰，目前上报有22名受害者，学校先甲教授停聘暂停退休申请。Trump 伫咧美东时间20日中昼12点宣誓就职，也讲到美国要爱剔除一半所有权，也讲到以下停火公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 AM 新闻，我是嘉宏。人讲好多个未成囝，想袂到去年9月，高雄一个姓陈的查甫人，甲4个月大的查某囝留踮厝内面8天，互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验尸的时阵，发现这个婴仔照可能是外放过世。一个姓陈的查甫人也互检方依照杀人罪起诉。桥头地检署表示，讲这4个月大婴仔根本就无法度讨救兵，明知影无饲到死的情形之下，无甲伊委托互别人照顾，甲婴仔留踮房间内，正明显是故意杀人，依照杀人罪甲起诉。而审了后呢，由桥头地方法院裁定继续受押。高雄一个科技大学的查某学生出面指控，讲伊长期以来互系上的老师乱摸。去年底呢，佫互叫去研究室，互这个老师对伊后壁甲伊染两解。这个查某学生伫网络顶头也找到其他的受害者，上报有22个人受害。因也伫咧烦恼讲，这老师伫要退休啊，若准来退休就无法度甲伊调查。学校目前已经启动这性病调查咯，也甲这老师停聘3个月，也无要接受这个老师的退休申請。我连续1个礼拜都梦到那个老师对我性骚扰，就觉得很不舒服、很痛苦。代志发生要1个月，女大学生要是常常对噩梦当中行起，指控高雄某科大一位查甫老师对伊性骚扰有3学期。就背对着他，然后他就从后面环抱我。我那时候就觉得有点超过了，因为他平常会有对我摸手或是搂腰、摸屁股、不小心摸到胸。查某学生就网问共校的学生，敢有共款的经验？真侪位在校生甲毕业的先辈拢讲，也互共一位查甫老师吸过。这位老师疑似当期用共款的手法对待学生，何况所会对后壁甲女学生染泪，佮会蒙头蒙手染腰，互学生无爽快。初步掌握至少22个人受害，也有13个人当场看到。20日下晡，女大学生也向警方报案，无法度到场的人请女学生转交文字的内容，说明拄到的状况。依照那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第34条，去年3月8号修正生效，学校应该要展开全面的普查。学校正式收到陈情，通报计当天就组成调查小组，完成第1届调查访谈了后，又搁发现受害者增加，按上伫旧历过年进前审议新增个案。调查了后，若是真的，就会处罚。按照法规，教师涉入校园性别事件，停聘改评定期间未受理退休或者是资遣的申请，检举的内容若符合实际状况，一定严格处罚。林本基会是表示，这位老师的行为涉嫌严重性骚扰，应该直接改评，也爱全面普查，应该追究这位老师另教的前一间学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台东车头新站路附近，今下晡发生一桩公安意外。一大建筑工地伫咧做南亚控管上作业的时阵，隔壁户墙围啊，说是熊放落来，跌到一个53岁查甫工人，当场是受重伤，无喘气心跳，送病院了后，犹原是救无回来。这事故原因，佫需要厘清。救护人员一直急救，不过倒伫涂骹，护理人拢无动静。事发伫台东火车站新站路附近一个建筑工地，20日下晡点外发生公安的意外，甲护理人伫同一个工地工作后生，看到妈妈伤势真严重，伫边仔真着急流目屎。当时现场伫进行阿文土灌浆作业，这个53岁姓王的护理人负责清阿文土地，无想到隔壁一户的砖做的围墙确实倒来，可以袂火闪，造成伊颔棍以下和围墙的砖啊对掉咧。压到哪里？墙壁那个红砖的裂开了，倒下来了。姓王护理人被救出来了后，嘴甲鼻啊流血，而且无喘气心跳。送往台东基督教病院急救，经过点半钟抢救，伤势相当，伤骨不治。家属知影了后，实在无法度接受。他是负责哪一个部分？清理的。啊你？灌装。他不晓得怎么样，墙就倒下来。隔壁的围墙。对，隔壁的围墙，然后已经做好的那种围墙。我们这个灌浆已经完毕了，然后因为它那台汽车的围墙可能没办法承受那个灌浆的车压力。其实一家人拢是伫几年前到工地来做散工，探外路啊，无时常发生种遗憾的代志。也若围墙倒塌原因是毋是甲时间无细致有关系，也等待进一步的调查。
南区的治安中心会在24小时内来派员做检查。那如果假设有违反相关的规定的话，那他们会再做可能是停工或是罚款的处分。台南县府社会局讲会随联络家属来慰问，也来落案的部分会由劳动部南区职安中心派员来调查，是不是违反劳工安全法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这种微型奥多拜即马是真济。今早起第2人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是一台发财车和一台微型电动奥多拜相撞。也因为这种微型电动车去年11月立管，虽然是爱挂牌也爱投保，不过唔免考驾照，满14岁就当骑。真济义工拢买来骑。既然这桩死亡车祸真有可能是这义工无戴安全帽造成的，交通部也讲会加强宣导。救护车经赶到路口，接查甫人一直咧握手，看起来真着急，因为现场都发生一个车祸事故。好像有看到他反过来，再弯过去就撞到。他是撞我侧面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减速。警察来到现场处理，敢若看到小货车停伫边啊，司机这边要弄到分裂，也另外一边一台红色的车倒伫路边，车架拢变形啊，车体零件也散到规涂骹。原来发生相撞的是一台微型电动的2轮车。改过可以到120，现在要挂牌。要挂牌哦，只是说他们还没有挂这样子。有的是他没有证件，他不能挂。已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本案将报请检察官相验。代志发生伫23时7点外，东山乡三中路甲三乡路的交接路口发生一个微型电动2轮车甲小货车相撞事故。该2轮车是大约30岁外籍义工，相撞了后赶紧送病院，到医进前失去喘气心跳，尾也宣告不治。详细车祸原因等待警方调查。不过外籍劳工来台湾，交通问题也引发讨论。包括后面的实际的考照的过程，包括后面过户的法规的保险的这些，到底有没有移工相关的模具，很难的取得汽车驾照。国际劳工协会讲，外籍劳工要伫台湾摕到驾照本身就真困难，连这个交通工具也被限制，本身就是真大的问题。原来这微型电动2轮车其实有规定，时速爱25公里以下，通过审核认证，并且打合格标签才会使骑。也过于你免行照、免驾照特性，恐惊要骑车的人无都熟悉这个交通的法规，严重危险。关的一个地方政府跟相关的劳动机关就持续宣导外籍移工朋友们在骑乘时候要注意相关的交通安全规则。依照规定，微型电动2轮车依法小慢车类，等级甲一般的脚踏车同款，所以讲免考驾照。交通部另外也强调，相关道安观念拢有定期来宣导，希望用路人共同来遵守。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24节气的大寒，俗语讲这大寒不寒，人马不安。大寒是一年内面上介寒的时阵，那阵这天的天气温暖下来，节气拢会暖气。今仔日伫台北的观测站出现立冬了后，上低温度11度1，下来天气会回温。不过拜五开始，还佫一阵冷空气入南，会一直寒到正月初2。拜一全台拢好天，透早受辐射冷却影响，台北7站出现2024入冬以来上低温11.1度。今仔也是24节气的上尾一个节气大寒。俗语讲大寒不寒，春分不暖，意思是讲，若是大寒这天天气温暖，新的一年春天的天气可能会反常，无照节气行。大寒这天就是讲到这天，就是咱天气开始要变啦，对上寒哦。过就较袂遐寒，啊！那即天若无寒，就表示讲这节气暖去啊！啊，所以到春天时，应该爱温暖的时算袂少咯。气象署表示，拜一、拜二受强烈大量冷气团加上辐射冷却影响，早暗温度低，温差大。到拜三温度会略仔回升，拜五开始会有另外一波较强的冷气团落南。而讲暝正月初1可能是上寒的，伊个会持续影响到初2。那目前看到这波冷空气其实影响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哦，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就是小年夜左右开始就是比较明显的低温出现之后呢，大致上可能要到初2前后才会有逐渐减弱的情形，所以在整个年假前期的4天左右都会是比较偏冷的情形。气象署提醒，拜三开始会有一波水汽影响台湾，东部地区落雨几率增加。拜五迄波冷气团加上东北季风影响，水汽较济，
东部地区、东北部，搁有中南部山区，拢有可能会落雨。到时阵会是寒冷的天气。也若过年敢会寒到寒流的等级，气象署表示会持续观察。目前预估强度是强烈冷气团。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特别过年啊，对于今仔日开始呢，有8间金融机构456间分行会当互民众换新钱，真侪民众是透早就去排队。另外，这台股拜三就要封关，拜一也无出现过年前卖股的情形，最后是收伫咧23266点，起118点，成交量只有2716亿。一塔新台票，交互民众农历春节特别降费，传统方式就是爱包红包讨结条，包含台银、土银、合库银等8间金融机构，456间分行，29到24五营业日开放换新钱。基本上所有面额都有换到，因为2200比较难换啊。对啊，提款机怕有人又存款进去拿到又旧钞。习惯都排第一啦，那喜气洋洋啊，热闹啊。民众惊换无，第一天就赶到现场，有银行主管是提醒，点击换钱高峰期是伫银行多开门，中昼休困甲下晡3点半关门进前，若用隔开这时间，应减少排队时间。毋过爱特别注意，央行有限制100块，每人限换100张，200块才会其他金额照量来强行。若换钱需求量伤过大，应加排几摆。另外，同款红记记也有20日，台股早盘大盘开悬23203点，起55点，上悬到23337点。台积电开盘1115块，上悬有到1135块，市场是正乐观。未买指数也大涨超过1%，那这也可以看出说，现阶段其实说投资人对于未来的行情氛围，或者说年后的行情，其实是比较有信心的。分析师点出，顶礼拜台股已经出现一波修正，目前风险相对较低，无出现预期当中的年前卖股的状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地检署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进前是在做检察官，说因为贪污治罪条例被判刑，出狱了后该去做律师，说因为这律师牌照已经被废止，说伫咧外口继续接这律师的工课。台中检方有查到讲，伊有替9个民众处理官司，甲人提骨头班，检方也依照涉嫌违反律师法、诈欺处宰等罪嫌，该起诉。讲过家己因为无律师执照，和台中检方以违反律师法起诉，姓吴前律师大赦法冤枉。伊强调家己是一个前律师，也是一名前检察官。伊讲只是利用专业甲当事人讨论案情，并无以律师的身份求业务。我的名片上面没有印律师的名字哦，我上面的学经历都是真实的。律师法127条的规定，必须是从事诉讼行为才有违法的问题。那因为我跟当事人是讨论案情，本身的性质是属于非讼业务。打官司我会介绍我的朋友，就有律师证照的朋友，那就我就分得很清楚啊。姓吴前律师伫担任检察官时，2021年因为贪污罪，被判刑7年6个月，出狱了后改做律师。不过律师证书2021年被法务部废止，不过伊了后改名，佮涉嫌继续以律师的身份去求业务，陆续替9位民众写诉状，办理相关诉讼的代志，也有收费用。伊强调家己只是伫律师事务所工作，并无实际处定。不过台中检方也是以违反律师法、诈欺处宰等罪嫌。起诉。其明知已无律师资格，仍基于诈欺取财、违反律师法之犯意，自110年间起系113年止，养称具有律师身份、有律师团队等语，致使民众陷于错误，以新台币数万元不等之代价，委任其非法办理民刑事诉讼业务。检方表示，姓吴前律师不是司法真权，诉刑无好，无自我检讨，也以诈欺处罚、非法办理诉讼业务盈利。期末案件的法院检察署更加严重伤害律师职业环境甲当事人权益，延长法院中当量刑。台中法院审理了后，裁定以50万交保。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一条车路，一个家人一直乌甲鸟比吧，民众上街讨厌。在台北市长蒋万安拍算要甲这广线单位的乌路归回救护权，共一个单位伫共年共路段申请第二届乌路，这费用会调搁较悬，而且也拍算讲要甲这社会成本，亲像是塞车、封路这因素加入来，也要求各局处加强这资讯的对接。苏台路上当咧做人行道铺面更新作业，学生宿舍边啊都是公车站牌，乘客上落车特别无方便，经过民众甲学生也拢就有感觉。因为我们就住旁边而已，所以可能一些施工的一些声音啊，就是会影响到就是生活品质这样。从我开学到现在一直在施工，就是我没有看施工停过。这里原本有一个公车站牌，可是现在因为这个道路缩减的关系，就变成是可能人车要争道。比较好的规划的话，一次就可以把工程做完的话，就缩短那个工作时间啊。除了人行道施工，定看到也阁有广线乌路施工，民众不满道路定开乌，影响交通甲生活。北市干部局顶日伫市政会议报告修正乌道路各项费用收费标准，修正重点将乌道路规费为800调悬到1000，也毋过台北市长蒋万安认为，台电、台水、天然气、中华电信也是大型建案等单位接开乌道路，那规费只要1000，恐惊无法度互单位谨慎做代志。公部门各单位也未积极欢向整合，缩短施工时间。预计赶快来召开会议，那把局处之间的在道路上施工的一些施工的步骤、横向联系的流程做一个检讨，那务必让道路上施工。所有的单位可以一棒接一棒，很密集的来施作，那降低对市民朋友的影响。蒋万安建议调悬公线单位乌路规费，准备落入封路、汰车等社会成本，除非紧急救灾，还是公安因素，若无碍事可造成不便的社会成本。工单位共这路段伫共一年，若申请2班乌路，会当调悬规费，达成积极欢向整合，也会当顶法简单做代志，以免真有财力的单位无将中国开乌道路当作一回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昨暗头啊，高雄车头边的这立园道有2台脚踏车相撞，2个民众轻伤。不过现场的民众就讲，这路行时阵呢，人行道和车道拢变较矮，实在是真危险。早起公务单位也派人去遐勘查，会来研究讲看要安怎改善。脚踏车倒去起诉送病院，19尾仔一个16岁少年仔伫公车站天丰区东边绿园道，骑脚踏车要落街时，哪手袂负打洞啊，甲一个7岁骑脚踏车的查某囡仔相撞。当场有造成洪姓男子的手脚擦挫伤，罗姓女子大腿轻微的擦挫伤，皆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地点伫公车站天丰高雄绿植区附近，绿植区两边串联北面的绿园道，拜六礼拜定有人来这骑脚踏车散步。最近有民众反映设计不良，为落行角度看，行到北面的时出现白线道线结构，致使路的两边缩矮，搁有脚踏车会骑起哩人行道，造成行路的人危险。人行道入口也有90度转弯，民众若要刹轮椅，有影介食力。因为又下坡，速度又快的话，可能刹不住。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受伤或危险的事情。铁道局南港处表示，车站天棚中央有地下棚坎，紧急道线出口要闪过，才会角度缩矮。20早起经去会勘讨论改善方案。地下隧道的紧急逃生口的阻挡，车道的部分会有不顺畅的情形，那旁边的人行道也会比较窄。那绿园道的路幅这么广，它其实可以做人车分道，就是说这次发生事故的这个路口，它左侧应该就可以做专用的自行车道。主管机关表示，人行道缩矮问题会甲北平71期市地中划计划道路人行道整合改善，最近会先完成脚踏车路的改善。公视新闻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川伫咧美东时间20日中昼12点宣誓就职，上任了后的头一天呢，就要来签署超过200项行政命令。川昨也针对着这 TikTok 表示，美国要爱一半所有权，也要讲到这以下停火公路。意大利电视3号放出来以色列临时的相片，担任川普中东特赛的维科夫参加准总统川普就职前一天，在华府市中心体育场举行了一场竞选式的胜利集会。川普发表演说，
大声喊成功甲国家抢回来，宣称以色列甲哈马斯停火，是因为因得到历史性的胜利之下，才有可能实现。川普也预告讲，就日迄天会签真侪行政命令，包含因当地影音平台 TikTok 唔买到禁的法案出售的期限。We need to save TikTok because we're talking about a tremendous. Who in this audience goes with TikTok? Many? Yeah, very popular. And frankly, we have no choice. We have to save it. A lot of jobs. We don't want to give our business to China. We don't want to give our business to other people. 川普期待以美国合资的企业占50%的所有权来解决 TikTok 的问题。在内部的官员是表示，川普上任头一天，按算要签超过200项的行政命令，包含限制移民、提关关税、放零能源管制、到加密货币监管等等，创下破纪录大规模的优先政策。科技龙头马斯克特别担任川普政府效率部的共同领导人，也伫集会带伊的后生来登台。This victory is the start, really. What matters going forward is to actually make significant changes. 各地讲来装地区真强的寒流，一步一步侵袭全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讲，华府20的高温敢若摄氏零下6度，创下总统就职新低。不过，川普的支持者有关真热情，有真侪人咧排队，等要入场参加胜利的集会。I'm here because this is the best day ever. The shit show's over. I don't know if I'm allowed to say that, but I'm excited to see Trump back for my kids struggling. 各地寒流来袭，互就职大典对室外改到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来举行。正做1985年前总统雷根第2个任期就职了后，40年以来头一届选到室内举行。美国国会就职典礼联席委员会表示，这届川普的就职典礼，大多数有票的贵宾无法度管理，敢若国会议员甲有总统舞台立场悬的人会当出席。面对这届就职大典，维安机构也非常谨慎。对国会大厦到白宫，四界拢会当看到哪吒甲罗章。当地警局增援4000名的警力，国会警察也增援1000人。着警局指出，大约有2.5万名执法人员伫现场，确保就职典礼顺利进行。高市新闻陈伟仁报道。讲到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第19生效，哈马斯有放3个查某人质来交换以色列90名巴勒斯坦犯人，另外有几落万个有罗布厝的巴勒斯坦人要回故乡啊。头一批人道救援物资630多台拖拉机也驶入去加沙走廊。在以色列国防军的护送之下，和哈马斯拔起关471天的3个女性的人质，戈兰斯坦布瑞特、达马里得到自由的第一站，就是去以色列人国病院接受健康检查。看到真久无看到的亲人，将激动男做伙欢喜甲哭。医方初步检查过后对外表示，3人健康状况真好。不过达马里被绑票迄一天失去2支镜头啊，倒手明显因看到目有水泡。I'm happy to report that they are in stable condition that allows us and them to focus on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now is reuni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以色列电视台专程直播人质得到释放的过程，特拉维夫国防军总部的广场有几啊百人透过大荧幕咧看，人质出现的迄一刻，现场响起闹热的欢呼声。以哈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哈马斯每释放一个人质，应交换30个以色列手头巴勒斯坦犯人。20透早1点，90个巴勒斯坦人坐红十字会巴士计条送离西岸以色列奥夫加加。车队驶至贝图尼亚时阵，现场大批群众响起闹热欢呼声，街路各放烟火。每一个行出巴士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拢被称作英雄对待。另外一方面，几啊万有罗无厝的巴勒斯坦人19开始启程上北，中心面对一片如苍惨家园。还有第一批运送人道救援物资的630多台卡车，伫迄一天也顺利进入加沙走廊。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
立法院会今日继续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调也是继续伫遐相答。同案的部分呢，进前拿平两党抬调939亿外，抬开是总预算3%。其他上摆提案包括着甲这台电上千亿补贴抬调等等呢，拢爱伫咧休会进程来完成表决。民进党是呼吁讲着爱以人民的福利优先，毋过在野党也批评讲，这对应台若准备晓执政，就赶紧落台。立法院审查11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22日继续表决，要赶伫收回进程完成。进程通案的部分，台检的金额有939亿7500万，占总预算的3%。行政院长杜永泰第二届带部会首长召开记者会，向在野党发声。黄国昌委员可能是目前忙着选党主席，忘记了知道政府多做、新做了多少事情。预算被删成1块钱，业务费被大幅的删减，难道这不是在瘫痪国家吗？即使扣掉了删减数，手上还有2兆9000亿，你还不知道要怎么施政的话，我们必须要说，无能的卓荣泰，请你下台。文化部是警示，若提案提检冻结通过，有真侪活动拢爱登去，包含早特顶开规划金曲奖甲金钟奖。另外，毋但影视人员，包含漫画、出版、表演艺术甲视觉艺术等团体，伫短短几工内组织，就知影经费提检的伤害有偌大。因为文化人他本身思考是很独立思考的，他很不喜欢谈政治，很宅的在家里工作。然后你当他全部站出来说，就表示看到这是国家重大危机了。很多的吹哨者告诉我说，在这个分配资源的预算中，是要照着政府的意识形态。我不想让文人变成养人鼻息的人。目前确定通过台检冻结案，包含外交部媒体宣传费1.1亿全部抬掉。关系到创水南国造后续的预算20亿，确定冻结50%。但海军和海测通过，向立法院议会专案报告了后，经过同意才当动机。高冻结中选会选务促进业务费678万外，要求1个月内提出罢免人数新计数。另外，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是拜托在野党对防疫预算手下留情。如果再通删掉我们这个全部的媒体宣导费的话，我们的同仁想请问的是说，我们防疫宣导是不是不重要？是不是不需要做？就是说不要浇熄国家公务员想要为国家服务的心。只要跟我们充分的讨论跟说明，国民党都会做适度的一个调节。蓝白两党联手，对于各个部会的媒体宣传费是无差别的全数删减。也就是要掐住政府的脖子，捂住政府的嘴巴。民进党呼吁拿北紧实思考国家的风险，卖南三台预算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在野党是认为讲，政府今年预算编列创下历史新高，左党黑白边是咧把人民的钱看顾好势。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公司最近唔拿这预算审查议题受大众关注，第7届当干事任期伫今年5月19日要结束。行政院进前有函请立法院调组第8届公司当干事审查会名单，这哪绿白三党呢，拢爱照比例来推派人选。不过最近公布这名单，却引起大众质疑，讲伤过政治化。公司第7届当干事任期到今年5月19结束，行政院进前有函请立法院调组第8届公司当干事审查会名单，那绿白三大党按照7:7:1的比例来推派社会公正人士。拄好伫咧社会对公司有较侪讨论的这个时间点，黄小弟导演19日面册刊文批评制度本身就伤过政治化，认为应当加入民间团体的代表。有民团认为公民嘛有主动性，呼吁未来爱修公司法，互民间的声音通入去到审查会。公民团体，咱做侪社会福利，也是讲做环保的，也是做什么儿童的，种种的公民团体，后咱提出个名单，互因来做因的思考。因为政府爱管钱，为做公司就是大家的公司嘛，所以我讲我爱公开透明，就讲更较侪人来参与提意见，会遴选，
公司第8届的当干事审查会名单，亲像国民党推派的人，包括陈其民是国民党的前立委，吴永乾捌出伫咧中国捌做过沈用市的仲裁委员，也那民进党推派的陈东升是民进党的电库成员，萧新宏是有名的独派学者等等，这个名单是引起讨论。人会里面被提名的人、被赋予这个任务的人，都要体察到，其实社会对这个事情是关注。那如果说在里面过度的使用政治操作，或者是凸显政治斗争的话，就社会观感就会不好。前公司董事邱家义认为，照目前政党对立的情势看起来，第8届的当干事恐惊是真好组成。伊呼吁各政党在审查会名单爱推派社会公正人士，应当减少政治色彩对公共媒体影响，维持公司的独立性。记者卢尚柱、郑准由台北报道。台湾去年发生几落燃出中国人偷渡来台湾的案件，6月有一个中国查甫人对淡水河入来，2个月后呢，有一个涉案的查甫人，伊对这南靠外海西树林船偷渡到台湾，检方调查了后认定是无外的介入，今仔日依照涉嫌犯出入国移民法解起诉。检方调查这32岁涉案的查甫人西树林船对中国即天出海，利用这太阳能板摕手机充电，使用这导航系统驶来到台湾，说伫咧南口的外海跨山，主动打电话予伊19讨救兵，说因为伊是无经过许可入来到台湾的，目前也互检方起诉。中国的文旅部17宣布要开放福建、上海民众会当组团来到台湾旅游。对业者表示讲，这上近过年后，对上海的旅游业者会先来探路草。不过，咱的观光署表示讲，目前还未收到相关的消息。疫情了后，虽然两岸旅游还未恢复，也毋过中国旅游业者自去年起积极来台参加旅展，两岸业者互动真接。这个月17，中国文旅部宣布最近开放福建、上海团客来台旅游了后，咱个业者也对中国业者发出邀约。由上海旅游业者组成的采线团，相信会伫2月来访，那相信会为两岸旅游破冰。希望所有的观光不要以政治作为前提，其他的国家的旅客或其他的地方的旅客要来到台湾的话，那也应该不要受到太多的限制。对上海采线团特别来台，观光署长周英辉回应。也无法度证实。根据了解，这摆采线团由咱国业者、相关工协会邀约，佮协助送件申请，流程拢在进行。来台天数是6至8日，行程佮疫情进前陆客团产品共款是宽度，也毋过台北会安排加一寡景点。入境业者其实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入境的行程，朝向长天数。至少6天、7天，甚至于8天环岛，大致上是以这样的行程为主。还没有经过官方的核准，但是业者的筹备工作其实都在积极的在准备。另外，咱国观光业当面临欠工的问题，旅游业者评估初期若只开放上海以及福建2地中国团来台。接待量应该是有够。另外，团费的部分，因为疫情了后，各项成本拢起，一定会比疫情进前的团费来得悬。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根据统计，到去年10月，国内有买厝贷款的总人数超过220万人，也若阁有这房贷加上信用贷款的人，今年是加27000人，总人数来到384000人，创历史新高。而且这2种贷款的金额加起来有到711万，平顶年同期加53万，这负债压力是13年来新高。去年前3季，台湾房市交易真佳也，对联电中心最新的统计来看，全国房贷总人数突破220万人，有买一成的人口负担房贷。同时间有房贷甲信贷的人数是有38.4万人，创13年以来上新的纪录。因为这是一个空房啊，要住的话就要买家电啊，有的没的啊，床啊，没有钱的情况下就只能借啊，给人家利息慢慢还这样啊。有偿贷款的柯先生表示，伊月给大约14万，开1200多万买一栋4楼的楼仔厝，逐个月干那房贷就要4万，加上信贷1.7万，加1万外块的车贷，逐个月爱还7万。这个贷款支出佫无包含2个囡仔的教育费，甲生活的基本开销，经济压力也真重。
可能本身就是房贷族了嘛，那但是他可能透过信贷的方式，他可以额外再多贷一些钱出来。市场上包括房地产、包括投资很兴盛的一个状况之下，导致这种双贷族的一个数量呈现一个攀升。联电中心的数据显示，到去年10月为止，双贷款的人数38.4万人，比前年加2.7万人。双贷款的族群平均每一个人共支付711万，比前年加出53.3万，搁再创13年新高纪录。房贷是一人大约负担603万，信贷也愈借愈多，平均一人有108万的信贷压力。有房贷甲车贷的民众是9.2万人。房贷族他们可能一时之间资金周转不灵，就会造成违约，尤其是本利摊还，可能在经济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会对银行带来相当高的风险。所以在打房的时候呢，应该要兼顾软着陆这一点。专家提醒民众买厝进前，要谨慎评估家己的财务状况，因为即马买厝的总价悬，装潢费用也变贵，自备款的成数上好有2成5到3成，才袂踏入去违约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卫福部12月底提出着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草案，规定这槟榔业者着爱登记才会当卖槟榔，也爱配合政府检验，真侪业者是真不满。卫福部表示，讲这草案唔是要禁止产业，是以辅导为主。一粒一粒的槟榔对机器连落来，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每当拢有超过8000个民众得到喙空癌，伫个男性癌症当中排名第4。为着要维护个人的健康，卫福部伫咧12月底提出来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其中有2条法规引起槟榔业者的反弹，一个是卖槟榔需要登记核准才会使卖，第二是槟榔摊爱随时配合政府机关的检验。你无啊？你要留税金？要要钱哦，规矩在山顶了，叫家己去捡啦。你槟榔摊那边实施药检下去的话，槟榔摊要追溯到源头嘛，你源头这边你要，别说你源头这边就要掌控好啊。对此，卫福部表示，伫去年12月底公布草案了后，就收到真侪建议。卫福部强调，并唔是要禁止槟榔这个产业，目前敢若是比较危害防治法，禁止卖予未成年甲有心的人含特定场所袂当食槟榔。目前草案伫咧预告阶段，卫福部强调，最近会邀请相关团体进行讨论，预告结束了后，会参考各界意见，确定修法的方向。大家这么担心以后啊，那就请。他可以我们现在是在预告嘛，然后可以请他来，或是担心的人可以来投意见啊，我们都非常的欢迎。针对卫福部的回应，槟榔业者表示无法度认同，认为预告期收过底，无法度互因准备的时间。伊嘛结合全台农民、中盘商、槟榔搭组成一个槟榔产业团结联盟，会伫2月10号来甲台北抗议。对此，卫福部是表示会当理解槟榔业者的心声，对种槟榔农民的影响，未来嘛会甲农业部斗阵讨论完善的辅导措施。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中央大学的研究团队宣布讲，因成功开发出一种模仿人类触觉的智慧皮肤元件，其中这电子元件会当做甲亲像头毛遐尼幼，感应度也真悬，未来会当应用伫咧假手骨也个机器人顶头。给予它一个压力石，给取讯号，然后讯号传到我们人工神经装置以后。经过神经装置进行过滤，把手持伫咧感应装置顶头，荧幕的部分就会当判断定位伫人类会当感受到的频率，可谓是装置内面的触觉感知器。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触觉受器，唔会当感受到正轻微的压力变化，也会当有幼弱的触觉反应特性。力可以转换成电讯号，所以在电讯号里面的处理里面，我们就可以模拟像大脑它在处理外界刺激的一个讯号方式去做讯号的呈现。林淑萍表示，这款受器是模拟人类，主要是接受到这触觉的脉克耳盘，除了会当将人类的感受频率精准定位伫咧11到12赫兹，也会当压制其他的杂讯，让受器变更加敏感。英国一个受器元件大概是一支手机的大小，新的元件会当缩小1000万倍，敢若2支头毛的切片遐尼看尔。研究团队表示，讲这个应用会当大大的扩张。我们至少要模仿这个触觉的功能，那是手上所有的嘛，手上本来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实现化。你要先能够 touch 到，那才能够 touch 到，然后能够
理解这样子环境所带来的感受。那渐渐的，那后面当然有蛮多嘛，如何进到脑里面。林港富表示，透过受气分析出人类触觉系统的慢适应行为，会当将元件引导到电子皮肤、精密的手骨，也有机器人或者是电子手骨的触觉应用。透过材料和医疗科技的结合，让应用范围变更较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5月天公益演唱会19伫咧花莲市的东大门举行，虽然连个落雨，不过这歌迷有关是吵。县政府统计讲，这现场人数超过600人，花莲的平均订房率也冲到6成。不过这过年期间呢，这花莲的订房率有关是不介理想。为了看5月天一路向东公益演唱会，花莲市东大门夜市广场约地天桥为宇宙人叮当5人到5月天上场，主唱阿信一句失礼，阮来换，互花莲民众一时真感动。现场几乎都是满的，这已经是超越我们过去在这个场域所举办的所有的音乐会，加起来我想应该有超过6万人以上。原定去年11月举办的一路向东公益演唱会，因为风台延到1月17到19举办，原定市场演出也增加到5场，演出成本拢总开4500万，和即马当时小月花莲大收入冲关到6成。原本预定的演唱会是在11月，那时候呢，同时有补助，其实订进来的一个住房率其实都蛮高的。那因故延期到1月的部分，那虽然1月没有补助，但是演唱会这2天的住房率的确是比平常好很多，几乎是等于就是2倍以上。不过，这款的好业绩，所无法度互农历春节假期的订房率也继续维持。主要原因多数是因为看演唱会甲春节出去佚佗的族群无同。另外，上海会开放陆客来台政策，旅宿业者是有所期待。平日住宿率大约只有3成左右的数字。那对于这个国外旅客来说，其实对于我们平日住宿率都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开放陆客的话，我们预期1年可以上看将近100万人次。旅馆工会强调，非常不愿意看到开放陆客是等到以前规套的模式，呼吁观光业者爱好好思考，今摆的旅游需求提出新的模式，才会当互国外的旅客更加优质的旅游。公司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野鸟协会一直咧美容做这野莲鸟的保育工作，这2年佫有做这野莲鸟白卡款野象观察，拢共有18只的这白卡款野象野莲鸟，其中有1只呢，最近互发现讲，竟然飞100多公里，飞过中央山脉去到花莲，这实在是真罕见，也是互观察这野莲鸟当中对西部飞到东部的头一例。相片内底这只编号40的野莲鸟是去年12月13，高雄市野鸟学会伫咧野莲鸟的美容生态地白卡款野象的鸟啊。野鸟学会这2年拢总有记录18只野莲鸟，其中有大部分拢是留伫美容的附近生活。想袂到有1只飞过中央山脉，飞100多公里去到花莲。第1月16号，花莲当地鸟友发现，鸟友看到这只野莲鸟有白卡款，感觉奇怪，翕相藏面找分享。因为即马网络太方便啊。我就囥伫网络顶管问人，结果人家讲对高雄咩拢飞过来，我嘛惊着安尼。根据保育团体113年的调查，台湾的野莲鸟数量只有3000多只。高雄市野鸟学会对2017年开始伫美容保育野莲鸟，虽然去年因为连续几落的风台造成数量减少，不过这几年的数量确实是有明显的提升。高雄市野鸟学会也继续甲美容当地农民合作，鼓励农民提供所在，互野莲鸟伫遐做收生态。伫美容拄好，介特别的就是讲，伊是叫做野莲，也是讲水莲这款物件，伊有100家的面积伫遐，所以对于咱这个野莲鸟来讲，有一个足好的繁殖的、甲觅食的环境，但是伊繁殖的面积无够大，所以阮就希望讲会使甲遮个农民合作。所以今年有10收伫即个野莲田内底有伫遐生团生囝出来。高雄市野鸟学会表示，野莲鸟的体型无大，足够飞。不过，因嘛捌看过野莲鸟飞遐尼远的，对西部飞到东部去。即卖因也开始甲花莲迄边的农民也是业者来合作，互花莲遐会当有一个适合野莲鸟的生态地，互野莲鸟愈传愈多。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
今年寒天，这田鸟仔鸟拢会飞来到台湾过冬，时间正拄好是婚林土豆大作。这款鸟仔也互叫做是土豆鸟。昨普查结果，全台湾有16000多只，敢若婚林就13000多只。因为认出土豆鸟，就是认伊的头冠有一撮长长的毛翘翘，每一年在1月到过当年2月，拢会飞来台湾过冬。因为常常捡到拄收成的土豆产粒，才会放号做土豆鸟。今年1月19，土豆鸟普查数量搁再创新高。今年土豆鸟大集合活动，有喜爱鸟类的志工在云林、彰化、宜兰、台中、嘉义及花莲等地，总共记录到16029只，其中以云林13829只为最多，并且创下历年纪录新高。婚林野鸟学会表示，学会对2009年开始推动县内土豆鸟普查，2012年扩大到其他县市，2024年普查数量超过1万只，今年搁再增加到16000只，其中超过85%的土豆鸟都是捡伫咧婚林县。小便痕它对我们所观察对农药跟土壤的有机质，是还算蛮敏感的，所以当我们农民的一些农作它的改变。它农药能够去使用农药能够去符合农改场的规范，那化肥可以减少使用化肥，比较会想要来到我们这个栖地活动。婚林野鸟学会表示，过去农民若看到土豆鸟，拢会认为讲是咧破坏农作物，会去甲赶。经过这几年的推广，即马嘛有真侪农民开始咧关心环境生态，重视喷药啊相关规范，对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全国笼动狗的这个数量推查呢是2年做一届，显示讲这113年平这111年呢是减少11%。农业部表示讲会加强这笼动犬验调计划。动保团体是呼吁政府讲，着爱地方政府做伙来做，把这个基地社区化，才是会当真正减少到这笼动狗的数量。笼动狗伫街仔路死过数，有诶较歹诶，可能阁会虐过路人，造成人甲狗诶冲突，也造成民众是真惊吓。为着要控制笼动狗诶数量，农业部除了宣导节育观念，也自107年开始，每2冬都会进行调查推估。20号公布上新诶推估结果显示，113年推估诶数量大约是141000只，甲111年大约159,900只比起来，减少约11%。就是6都以外，其他的县市，他们放养犬只是一个常态。那怎么样去让这些放养犬只比较多的这些农业县市，他们的犬只不要放养，然后去集中他们饲养犬只的一个绝育，这个才是控制游荡犬只一个最有效而且投入最集中的一个方法。动保署表示，亲像嘉义县、台南市这2县市，笼动狗增加的数量有较济。嘉义县111年大约12000只，113年要过17000只。也若台南市111年大约是11000只，113年要过2万只。针对这个现象，动保团体表示，因为笼动狗数量推估的调查是甲无主人的狗仔和有主人无白锁仔的狗仔拢算在内。动保团体认为，除了对热区的所在先处理、加强节育的监督宣导，上重要的是地方政府要重视，让这个议题社区化。有冲突的所在。热区的所在，咱爱优先来处理嘛。处理了后，伊这源头佫做无好，问题嘛是佫会继续佫产生嘛。所以就是讲，民众的教育，迄个主人的教育实在非常的重要。上好，要将这个问题社区化。咧村里长就爱勇敢站出来。针对上新的推估资料，农业部表示，目前的趋势显示有稳定控制，未来也会加强热区的节育。也若动保团体是建议，应该建立村里长的动保意识，这是目前做好源头管理上重要的一件代志。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客教材是愈来愈多元，即马由全台语版本的这图典看图学台湾话，这学习囡仔呢会当用这点涂笔含这册来互动，家长也会当陪伴囡仔来思考这台语词，在咱的对话当中要安怎运用。妈妈，因小弟爱叫啥？这就简单啊。妈妈的小弟。无唔对，真高。
要过年啊，定定会拄到亲情50，唔知要安怎叫。最近有一本台语图典看图学讲台湾话，有甲家族手画出来。运用点特别作者有设计情景对应话艺术发音，也有试题互使用者练习活动性真悬。主题有包括重要节日、各种菜色和海产等等，真活大生活。阿公阿嬷伊嘛算甲足欢喜，因为内面有人会讲话嘛吼，所以讲规个都是要啦，就是甲阿公阿嬷搁带转来即个台语的环境内面，啊嘛希望安尼我希望阿公阿嬷会当即个影响了后吼，转去甲即个阿孙啊，嘛开始用台语来讲话，吼，甲用即本书来甲大家即个台语环境搁甲找转来。作者表示，每一页拢有特别设计基础的含正解的活动，就是希望不管大人囡仔，拢会当用这本册拿算拿学台语，促进亲子的台语活动。另外，为着要互人会晓背12生肖，也是学数字，作者也搁有家己写歌。市面上的台语教材，较接看到用高雄优势腔来录音。作者表示，为着要传承台北新专腔，这本台语图典嘛专工请台语顾问来审定发音。规本册计共是有收超过2000条的音档。台北人要是讲戏的较侪，所以伊伫这本册内底讲着戏，就是讲戏就被挑工用到顶的迄个体的，就是读做符安尼。而且因为伊规本册拢是用一个统一腔口，所以会当互你浸伫迄个腔口的迄个环境内底，我感觉这是对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足无共款的教材。设计这本图典的作者表示，伊希望会当鼓励济家长阿公阿嬷莫做活头族，含囡仔做伙学台语，对厝内的大细项代志，到出国佚佗，拢会晓学讲台湾话，开创台语的使用环境。记者卢尚如、郑准佑台北报道。家己欢乐的第5火药库是这陆军伫咧北二山炮战了后，为了要准备战争起的火药库建筑群，2016年军方把这物件清空了后，为了要活化这建筑物，县政府配合着各校会地方创新计划，举办连续7天的艺术展览，邀请中部甲欢乐乡亲用艺术共创方式，就大家做伙来看这个神秘的军事设施。嘉义县中部乡甲欢乐乡在地种植的物件，有的摕来展览，有的整做是染布、染衫的材料，也无就是摕来做香。这个发展在地创新的艺术展览，八个主题唔但烧开嘉义县浅山地区的特产，嘛展现在地人文生活。社区、学校，还是讲咱不同款世代的一些居民，我们把它整合起来，成为一个比较有力的一个行动团体。咱后摆咱要行去创生的迄个目标的时阵，咱有更较好的基础，更较侪的机会。这个展览的所在，较早是军方的火药库。2016年无使用了后，嘉义县政府透过国发会地方创新计划的补助来活化这个空间。头届伫火药库举办展览的艺术家讲，这唔但替庄脚带来新的改变，嘛互外地艺术家有入捌台湾的机会。大部分的艺术家都会住在都会区比较多，他们如果能来到这边的话，他们可以享受到很多他们不知道的台湾，重新学习台湾早期的在地的一些智慧。后壁阁有40几座迄个弹药库吼，我嘛希望讲，阮今日的这个活动会当互公所会有一个新的循环。因为后续会当过来针对后壁遐40几座的弹药库，会当来做一个活化。军方伫2020年了后，甲欢乐乡46座无使用的火药库委托互乡公所来管理。经过征收，其中一座摕来做艺术展览的所在。乡公所表示，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未来会当有更较多元的运用。唔但活化爬乡的火药库，嘛带动地方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最近天气这变化，明仔气象咱做过来详细看。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2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0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2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1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